我相信呢，你们大家都有这个拜拜的经验，尤其是拜这个土地公。这个土地公在我们这个民间故事里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，因为这个土地公给人家一个感觉是非常的亲切、非常慈祥的一位人物所以呢，这个土地公造福人群的事情故事就特别的多。今天呢，我来为各位讲一段这个土地公的故事。对了，你们有听过土地公，有没有听过土地婆他们两个老夫老妻虽然是神仙但是呢，他们偶尔也会吵架。你相信？不相信？好，那你就听听看吧。土地公，姓名王小慧，今年18，尚未成家，希望土地公你能给我找个好的郎君，好的国家。如果能如愿的话，今后每逢初一15，信女一定会来给你上香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答应你找一位如意郎君。哎呦，老婆，奇怪呢，你7早8早就板着脸孔，一点笑容都没有。我们是老夫妻呢，坐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笑容，我坐起来很难过呢。奇怪了，你要我怎么笑哈？你自己看，来求我们的信男信女嘴巴只会讲说土地公，也没有人说土地婆根本他们眼睛里面都没有我的存在。我看我干脆离家出走算了。老婆，我们2个是老夫老妻，我们2个已经是算神了，对不对？何必跟凡人计较这些呢？让人家知道我们2个在吵架，人家会笑死我。笑怎么笑？好了，有人来了，我们不要吵，上班的时间不要吵，有事情等下班我们再聊。哎呀，气死人！哪有这种事？哎呦，你最近手气真不好再怎么赌也怎么输。庄家才抓了5点，那我一定要会赢的，我一抓下去就是边心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那现在我整个钱都输光了，哎呀，我怎么办才好可怜哦，怎么赌要怎么样才会赢？土地公对，我听说了，土地公做人就很好，有求必应。那我赌博的事情，我告诉他，叫他保佑我，有道理。土地公在上，地主无松在下。我是本地人，经常赌博怎么赌也怎么输。希望土地公你保佑我，赌博会赢钱。假如我真的赢钱我一定买这个水果，很多的水果来报答你。希望你答应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来给你划一个龟嘛，好的话你给我一个水龟。像这种人最坏，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还来求我们让他赌博赢钱，这不是东西对，我们不要理他。你看看，还说如果让他赢钱要报答我们才要买水果，多不诚意，不要理他。是阴的，哎呦，可怜哦！这样怎么可以呢？对，我知道了，土地公，你在生气对不对？刚才我讲的话你没有听清楚，没有关系，我再重新讲一次我再讲一遍土地公，你保佑地主无中赌钱，赢钱假如我赢钱赢很多我一定会买鱼、买肉、买鸡来报答你。希望你一个水龟给我。有没有听到？有。他讲这个话就好像在贿赂我们一样。本来说赢一点点买水果，现在说赢多一点买鸡、买鸭、买鱼。像这种
不要脸的东西，要好好教训他一下。要教训他？教训他还不简单，老娘来教训他。哎呦呀！啊，糟了，流鼻血了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哎呦喂呀！哎呀，我真的死的是倒霉。奇怪，怎么刚才有人在笑？谁在笑？对了，赌博也输钱，来保不了那保个老平安位啊！我真倒霉！哎呦呀！哎呦，我倒霉！哎，老婆，像这个家伙，你这样教训他，教训的对。哦，我心里感到很舒服啊。这种人啊，活该。对，我们呢，好人我们要保庇，波比。对。坏人我们要处罚。要修理他。哎，这样，你来干嘛？流鼻血啊！哎呦呀，哎呦，倒霉了！我要求土地公啊！哎呀，不要求了，你再求会像我这样子啊！哎呦，怎么流鼻血啊？土地公在上，地址正阳，家住本地山脚下。我听说你老人家有求必应，弟子因为家境贫寒，每天要上山砍柴工作，家有老母没人照顾，弟子想恳求你，能够早日让我娶个好的太太，在家照顾老母，能够让我安心上山去工作。土地公，弟子求你，我跟你磕头。好，年轻人好，我一定答应你找到一位很漂亮的老婆。不行啊！你好，我不好。老婆啊，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呢？我跟你唱反调，你自己看啊，哪有人来这里求人家保佑他娶到好媳妇儿，来求人家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讲啊？最起码他也要说啊，万一如果娶到好老婆了啊，以后要怎么报答我们？是要鸡啊鸭牛啊羊来报答我们，还是说看我们这个庙啊，你看看你自己屋顶漏啦，看看是不是来帮你修啊？应该要讲一点才对嘛。哎呀，老婆啊，你怎么搞的呀？我们老夫老妻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神了，你还跟凡人这样在计较啊？你要看哦，这个年轻人啊，他有孝心，你没有听人家讲吗？孝心啊，感动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忙他。现在我们是神啊，计较什么屋顶修理不修理啊？只要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善男信女能够安和乐利、平安过日子，那我们就高兴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高兴，你自己去高兴。我看你呀，你自己呀，如果你这个屋顶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雨水漏下来的时候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哎，这个屋顶怎么破到我这边啊？对啊，那边没有破。我这边没有破啊。我觉得你不管，我也不管。你看，天气变啦，要下雨啦，我看你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？我早就有准备。下来啊？你准备什么？我早就有准备。哦，拿远一点呐！人呐、倒霉的时候就是倒霉，真的呢。这个拔杯啊，拔个流鼻血啊，只有吴松这个家伙才会碰到。这一段是很精彩，但是下个礼拜更精彩，绝对不要忘记，试试看，故事越来越好听啊！哈哈哈哈